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生风的方面继续影响台湾，天气真无稳定，各地拢有雨水。气象专家嘛指出，后礼拜可能会形成今年头一号的风台。南韩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以超过49趴选票当选第21届总统，早起随就职，伊强调讲会全力来拼经济。今仔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民间团体批评中国打压异议人士渗透台湾，呼吁爱重视台湾内部的危机。来看生风的方面哦，继续影响台湾，全台湾的天气嘛是个真无稳定，各地拢有雨水。气象署嘛表示讲，雨会落到拜五。有气象专家嘛指出讲，后礼拜可能会有今年头一号的风台来形成，要爱特别注意。土石流甲雨水涉落来，因半条点下路，拜二熊熊大水雨，和太麻里、大王川周围的附近居民是真紧张，烦恼山坎土石送去，引起更大规模的山崩，或者是土石流灾情。公所决定先紧急撤离村民到安全的所在过暝。乡公所已经联系上，就是准备要撤离了啦。如果再继续的话，现在不撤离，等到3更半夜会来不及。当地雨势第一暝了后，豆豆转雨。暗过拜三地流方面，南线到巴蜀海峡，有关系带来无稳定的天气，尤其是中南部、大东甲各地山区是主要落雨的区。到拜四，宜花地区规日拢会落雨。中昼过后，各地山区的雨势也明显增强。整个雨势受到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会有加强，尤其是在宜花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哦，甚至不排除也会有一些短延时再强一点点的降雨哦。那到了晚上甚至这样子的午后的降雨，有可能会下到晚上。定定第4月甲5月份有风台形成的太平洋，今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看无，创下2016年以来上班的纪录。气象专家透过欧洲气象模式预测，下礼拜在南海附近已经有低压在震动的现象，未来几日是关键的观察期。6月11号暗时8点哦，即马看起来伫菲律宾西边遮吼，南海北边甲中部这附近哦，可能有4成甲6成吼，有这低气压发展的机会，敢有机会变风台咧？即马看起来吼，嘛有差不多3成到4成左右哦，有变风台的机会。方面豆豆离开，暗过水汽也是偏济。气象署提醒，拜六进前天气犹原无稳定，中昼过后对流系统较会有累积强阵风甲向大雨。去山区边看脆弱的所在，一定要提高警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南韩第21届总统是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以超过49趴的选票当选咯。因为前任的总统是洪罢免，所以打选出的李在明伫台北时间早起7点21分就随就任咯，加强受5党的任期。那么来看早起李在明伫总统就职典礼，伊伫演说中来强调讲，绝对袂当互戒严这款代志搁再发生。李在明的就职典礼是伫首年的国会议事堂来举行，政府官员、各政党、各各界的代表，大约有300个人参加。李在明甲夫人金惠景伫现场，全体是做伙唱国歌。李在明宣誓就职，意思是真简单庄严哦。李在明嘛表示讲，伊会来建立实用的政府，嘛强调讲会重视国家的利益甲实用的外交。要来强化美国甲韩国同盟，深化美国、日本甲韩国合作。另外，针对北韩伊表示讲会继续沟通来维护和平。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伫竞选的过程言论互批评讲上过轻重，针对韩国、美国同盟的态度还无坚定。有真侪届佮强调讲，韩国应该甲台海冲突来保持距离。伊伫上任了后，外交的政策嘛受到关注。有学者是认为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应该较亲像文在寅的时期，较谨慎嘛较低调。南韩第21届总统由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当选，马上就职展开5年任期。伊主张务实外交，伫竞选期间被批评亲中，也要对韩美同盟保持较怀疑的态度。未来外交走向引起关注。对韩国来说，它最重要的是韩美关系之后，
这个进步派愿意把中国或者是对北沟通这件事情放入他的外交政策里面。可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亲中的这个概念可以去包含。研究韩国学者认为，李在明主张南韩利益优先，不过对美关系依然是威胁重点。不过美韩合作可能会注重处理北韩问题。李在明也真侪摆表态，韩国应该甲台海冲突保持距离。进前被问到，若是中国武力犯台，是不是会协助台湾？李在明回应，要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才会思考这个代志，也引起风波。他不会直接去触及到台海问题上面的言论，他可能会透过韩美关系互动，间接的去执行相关的动作。接下来他执政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两岸议题，我觉得他应该就会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低调的方式吧。就是能不碰就不碰，然后可能还是会集中在第二轨或1.5轨外交这部分。学者分析，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会回归到文在寅时期的模式，互动谨慎而且低调。不过，在台韩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形之下，台韩关系应该未有伤过大的变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61岁李在明是人权律师出身哦，以将近5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伊强调讲南韩要拼经济，专家嘛预测讲南韩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有真大的转变。今仔咱特别请上云来为咱解剖南韩的新总统爱面对的挑战，佮对国际局势可能的影响。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南韩21届的总统大选的这回投票率是有79.4%，这嘛是南韩这28当来上界悬的纪录。即嘛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已经确定当选，一个知影当选了后呢，伊是除了感谢支持，嘛讲要来全力克服内乱，而且要减摆经济，也佮有伊嘛会互这朝鲜半岛卖阁遐尔紧张。来看这李在明，伊的得票率是49.42%。不过嘛，因为这南韩的总统已经有让一段时间无人做啊，所以李在明一个当选，伊就随就职，而且连续要来做5档。这回李在明选赢，伊讲家己是一个准备好的候选人，主要就是因为伊已经选过3届的市长，嘛选过3届的总统，会当讲对韩国的政治界是较熟手。另外呢，伊伫少年的时阵嘛捌做过工人，而且也来做过律师，所以会当讲对基层的心声呢是真了解的。也毋过，其实做一个总统嘛，就要面对着这国际上的局势的变化。对我来讲，这李在明其实对中国甲北韩伊的态度是有加较软的，所以互外界真烦恼讲，这朝鲜半岛的核武，也佮有中国有可能亲门大户的问题。也若对美国甲日本，李在明伊的态度是有加较疏远，所以也互人真关心讲，敢会来影响到这韩国的关税的谈判。这李在明敢有法度替韩国来敲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另外，伫这台海议题顶头呢，其实李在明伊是无想要插手的，甚至互人问到讲敢会来协防台湾的时，伊嘛无一个较正面的回应。过来讲到这南韩的国内，其实李在明伊的挑战有影嘛是真侪。除了即马国内呢，这青年的失业率是一直拢降袂落来以外，第一季经济的表现嘛是负成长。另外，李在明伊本身呢咧做市长的时阵，是有牵涉到公职选举法，目前是内耗心的状态。不过嘛，因为这李在明已经当选总统，而且伊一个当选就随就职，所以照即马韩国的法律来看，总统是有刑事的合并权。虽然讲伊个人的名声有可能会受到讨论，也毋过其实这对伊做总统来讲，应该是无啥物影响的。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即马甲现场交通有主播。感谢上映哦，咱继续来关心民进党的前立委陈欧碧，洪检举讲，伫做立委的时接受家人一间国际物流公司的乌西，伫立法院来推动上港法。廉政署暂时搜查14个所在，嘛约谈陈欧碧甲业者计共有9个被告。台北地检署透明证实认定讲，陈欧碧涉违背职务受乌西的动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上紧下晡会开羁押庭。推出此次的选举，是我捍卫清白的开始。2023年被指加入 IMB 诈骗案陈欧碧，局中回撤退出2024立委选举，不减去年政见，起诉占有封顶31人。不过陈欧碧遭到国法部分要咧侦办，即马阁被检举在职期间受乌西钱，遭到检联搜查。
人去台北啦。哦，还搁你问伊啊，还搁你调。我唔知啊，你去台北我也不知哈。港口经营管理的问题是啊，过去很少人探讨这一块啊，但是我们今天好好的研究一下。邓小平过去做立委期间，低调推动相关法，佮伫个社群铺7寸的影片，这是伊被检举的原因。今年查出客人一间国际物流公司，为2018年开始，每个月唔拿付单后边5万，还佫为伊付5万助理费。换单后边伫立去推动相关法，双方好亲像无正当的利益关系。初三北检指挥廉政署分14路所在约谈单后边顶人，单后边太太去惠如甲联线公司正当做涉案。昨暗陆上移送北检复讯，经过规暝侦讯。因为单后片涉犯违背一部收贿等罪，而且有串证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上紧今日下晡会开庭。单后片太太是8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红台减2076亿，佮要求讲行政院得爱家己想办法抬至少940亿预算，所以行政院准备要抬减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补助款636亿哦。也毋过，这互地方政府是真不满。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是审查正前民众党提出袂当抬减地方补助款的提案，各县市拢有派代表出席，调研立委嘛是吵吵闹闹。没有给地方政府的补助，你说这是你们乱说的。那立委3名立委霸占麦克一句来一句去，这是透早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原本针对中央依照财会法地方制度法定对地方政府补助情形，要专案报告，受真济组立委定期发言，展开反对。都已经经过总统公告之后的预算，再拿回来说现在马上要拨。这根本就违反了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过去都是让你自行来弹性调整，这个是让你们方便拿来做文章。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主计长像你这个样子。台湾民众党都提了主决议，帮地方的同时，帮我们人民的同时，你像政府、民进党这个立委今天竟然背个这个开会。各方意见经历下，因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做到删减2076亿，其中统案统审至少940亿，行政院就删减县市政府一般性补助款636亿，引起地方的不满。行政院本来就应该要遵照总统所公告的预算案里面的一般性补助款是分文未删，因为它影响到的是儿童、少年、长辈。弱势。不过，民进党立委也质疑，行政院按照立法院规矩，家己删减预算，而且已经提出撤宪。若被立委所利用多数侵害行政权，将议题列入排审，提出散会动议。必须自行删减，这个金额庞大，我们自爱难行，所以造成政策成败无法归属，未免对国防安全、外交和教育政策等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我们只能免于调减一般性补助款。这是下晡3点半，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要带队去行政院提请诉愿。各县市首长强调，做出单独的一般性补助款，拢是用伫社福、弱势族群、教育等议题。即卖预算议题恐惊各界短期内无法度达成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推动中正路、经国路改名，有地方是质疑讲劳民伤财。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强调讲，伊无希望造成社会对立，就爱加强沟通哦。也毋过袂当无要推动。针对改名爱开偌济钱咧，部长是强调讲，这无法度按算。也毋过内政部会以出转基金的预算来协助。要沟通，好，不能够不推动，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那也没有改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就算无大响的，也是强调讲转型正义的工作一定要进行，包括以中正甲经国号名的街路爱改名。不过连续几啊天，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是真反弹，认为改名毋但是改路名，包括户口、门牌、证件等等的户政记录拢爱得咧变动，这爱开偌济钱，恐惊是真恶估算。没有办法预估道路要改名的部分呢，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它道路改名的自治条例，内政部乐于协助的部分就是促转基金的预算来协助。你讨厌看到蒋中正，那你那个100块的钞票每天看到你改钞票啊，大家靠欺骗嘞，讲那个什么一次补助10万块，小儿科啊，因为改一次新台币的版要
500亿，他不敢讲啊，所以这个就说很这个这把心赢了。毋若是新代表，在野党嘛质疑讲，敢讲连国军 IDF 建国号的战机嘛要做伙改名咧。刘世芳强调讲，内政部干那负责地方政府的部分，民进党嘛表示，路名要改唔改是由地方政府决定，中央依法补助，唔免讲到迄边去。改路名的权责是地方政府，社会到目前为止，显然共识仍然不足。这更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转型正义的努力跟推动是不能终止的。处理违款上顶真做难题。内政部强调，停事正义、转型正义，还有地方为基层到顶悬的沟通，每一部分拢真要紧。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劳动基金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哦，今年前4个月是了1990亿，新制劳退基金哦是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哦是了11103块。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是表示讲，劳退是有保证收益的机制，是袂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劳动基金受美国关税战的冲击，今年1到4月了1990亿，其中新制劳退基金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是了10103块，引起个人的烦恼。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目前劳保基金水费维持正常的规模，而且劳退有保证收益机制，劳保是确定基础制，劳工权益未受影响。我们在这个劳退的保障收益机制里面，其实是有确保其实累积的收益一定会是不低于银行2年期定存利率的保障收益哦。那这是劳退的部分，那劳保的部分我们是确定给付制，所以基金收益的波动是不会影响到劳保给付的金额。不过有地位质疑，政府干那靠半保劳保，缺口是愈补愈大，无法度解决劳保破产的危机。对问劳保最后支付责任是不是执法？入法是白纸黑字它确立政府的责任，让政府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也让拨补可以正常化啊。行政院跟院长其实也都表达是持开放的态度，觉得我们可以来研议。针对台湾已经加入超高龄社会，立委表示，退休靠劳保劳退每个月加起来差不多是23440块，钱根本无够用，看到台湾下流老人情形恶化。洪胜汉表示，加强宣导民众劳退主题，也要提高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我们也持续的在落实我们在中高龄就业的专法上面那也因为这个专法，其实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这个老年的劳参率其实是有提高的。另外，国内有155间业者放无薪假，有2831个劳工受影响。虽然劳动部有重点各出发计划甲各项安定措施，不过分别只有7间甲30间业者申请，成效无好。洪胜汉承认有精进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去年底公告修正医师法施行细则，有企科团体是质疑讲，放任国外学历的医科毕业生取得咱国内专科医师的资格。今仔早起，因搁再开记者会来抗议，嘛点名立法院的调集委员苏清泉、刘建国，拢无要摆案，审查是真失职。医生品质连环降，民众就医没保障。台湾基层气科医师协会甲本土小气科医师联盟，在10早起联合开记者会，批评卫福部去年11月底公告修正医师法施行细则，根本是大开特权后门，而且佫点名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调回苏清泉、刘建国2人，到即马拢无摆案审查。那6月初7进前无摆审，会看作是自动通过，对台湾医疗会造成严重冲击。你们不愿意排审的话，你们就是台湾医疗的罪人，你们就是放波波入关的吴三桂。气科医师团体指出，新版施行细则有真侪证据，比如国外学历认定放任做当地团体认可学校就会用的，因讲是连野鸡大学拢爱承认，而且佫允准国外学历医学甲气科医学系毕业生有重大变故的时阵，永远具教学。气科个人用见习来抵考实习时数，连临床技能测验拢免考，教学品质实在互人真烦恼，甚至还佫用缩级记访。实习、见习、实验课、远距教学。实习没有办法退训，请问一下，我们台湾这个对他们成为学生到医师，这中间只有2次单选题的国考，这是对的吗？他会
会有一小部分这种极端状况下的一部分学分，如果你是用远距来取得的，这样子仍然是要经过考选部在应考资格的时候，他会进行审查。去区艺术团体呼吁卫福部爱主动撤回新版施行细则，搁请调遐立会斗阵当恶款，守住医疗专业最后的防线。卫福部是强调，但是感谢教育部、科专部甲卫福部3部会，这个立法院也举行公听会来请各界意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乌里有民众指控讲，厝里的印尼看护虐待老大人，因为向中林公司来反映，也毋过这间公司说讲这是看护个人的行为，所以家属只好提告。台中市政府甲警方启动调查，上最是当罚看护甲业者45万。已经超过80岁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嬷倒伫厝里的眠床顶，负责甲照顾印尼籍看护煞是凶甲伊乌白拍，阿嬷疼甲哀哀叫。住伫台中乌日的杨小姐，今年3月透过中人请着看护来照顾阿嬷。这个月初1，原底因为袂记得敢有甲阿嬷注意倒数，调监视画面出来，才发现到这件代志。他会就是打阿嬷头啊、脸啊、胸口啊、脚啊、肚子都有。仲介回我这是看护的个人行为。仲介公司完全没有责任吗？那人不就是从你们仲介公司出来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答复？家属指控今年3月请到外籍看护有真侪间乌白拍阿嬷的代志，事后中人将看护带回去，说是连一句回事咧都无，所以家属决定要报案提告伤害。伫咧彰化的中人公司并无对外说明，因为台中警方是已经展开调查，而且将看护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老妇人疑似遭看护伤害案件，立即受理并展开调查。另外，依职权通报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有关嫌疑人涉案部分，本分局近日调查完毕后，将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他如果没有善尽管理责任的话，是依就业处罚6到30万元。那另外外国人的部分的话，他最重的话是会被限免出境，然后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台中市劳工局甲社会局嘛拢启动调查，若真正有虐待行为，这个看护是涉犯老人福利法，会当罚3万至15万块。除了面临刑责，嘛爱强制出境。袂当过来台湾食头路，因若中人公司是涉犯就业服务法，无尽到管理的责任，会当罚6万至30万。所以来市府嘛协助家属来申请照护休喘服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6月初4號是中國天安門事件36周年，台灣有儕儕民間團體做伙開記者會，批評中國政府打壓異議人士，用盡辦法滲透台灣。因呼籲台灣社會要愛重視台灣的內部危機，來守護台灣的民主制度。銘記64，堅持人權，堅持人權。1989年，中國的學生在北京天安門爭取民主自由，說起中國共產黨鎮壓有幾若千歷史上。中國歷史天安門事件到當已經36年，台灣儕民間團體聯合舉辦記者會，譴責中國的威權，聲援中港澳的良心犯。親像香港壹傳媒創辦人李志英，也有真儕去互共產黨長期監禁的異議人士。民團主張釋放這個政治良心犯，嘛希望國際到底來關注。我們呼籲釋放王炳章。釋放黎智英，釋放所有的中國政治良心犯。中共的一黨專政是反人性、反民主，也是導致亞太局勢不安的根本原因。這幾年，台灣有中國間諜案，在咧路連也有中國人士直綁台灣的校園。民團嘛指出，面對中國的威脅，台灣的立法院閣提減各項預算。民團批評中國用各種方式要滲透台灣，嘛呼籲台灣社會愛重視咱的內部危機。立法院已經成為境外敵對勢力攻擊的新戰場，也封殺了民主與國防預算。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憲政正遭遇空前嚴峻的重大威脅。民團強調，歷史天安門事件是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空錘，在台灣紀念歷史是徛在維護人權和自由的堅持。民團呼籲面對中國政權對台灣主權的威脅，台灣人一定愛美切同齊來守護咱齊民主前輩流血犧牲才爭取來的民主制度。記者盧尚祖、鄭俊佑台北報道。來看凱凱互年某虐待死亡哦，這案發生了後，有民間團體是建議講應該提懸虐待囡仔的刑責。也毋過法務部是強調講，目前上當已經當判無期徒刑咯。即馬法務部長今仔是表示講，內部嘛已經在討論，嘛來討論判死刑的可能。
涉嫌甲查甫囡仔开虐待死亡的年母因姊妹啊，刘彩萱甲刘玉玲，一审已经去互判刑，不过民间持续诉求都爱修法，若甲囡仔苦毒都爱当当处罚。因为照法规，虐待囡仔致死于死亡，目前上当是无期徒刑。面对各界意见，法务部长陈明谦测试讲，内部的刑法修正专责小组有甲死刑放伫因讨论的范围内底。像未满7岁的凌虐的这些，是不是可以更重？就是比一般的杀人罪更重？它是属于特别的杀人的一个加重犯刑，是不是可以到死刑或无期徒刑？那民间有声音，立委嘛小连续提案，讲到要提悬虐待囡仔的刑责。等到看法务部的版本，到当时还未定案，嘛引起批评。因若目前若要判死刑，有要求各级法院合议庭拢要一致决。对照各国前到当时并无这个例，嘛各一个引起质疑。我收到一个陈情哦，是凯凯的网络爸妈陈情书啊，废除死刑一致决。司法院的立场就是尊重那个大法官所做的那个解释啊。什么叫做最严重犯罪？到目前还是非常的空洞。这个在宪判8里头，其实它有非常多具体的例示。对，它是例示而已嘛，它不是一个原则告诉你要怎么做，它只是什么例子嘛。是。那超过那个例子呢？宪法法庭适限的判决，为敢是犯着上严重的罪行，到敢有较坏的可能，拢是伫判死刑进前爱斟酌的标准。不过相关的准则拢去立委批评讲，这标准太过浮夸，无够实际，会予法官杀无踪。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台科大今仔宣布讲，114学年度开始要甲大安高工、阁有新竹高工、甲台中高工来成立自动化工程专班哦。计共要收60个学生，申请的学生高中会考至少爱30几分，提算是真严格。受到少子化冲击，读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的学生比例下降，安怎要去引导更较侪优秀的高中生来读技高？英国技高和科大有3家4个产业专班，114学年开始，台科大和大安高工、新竹高工、台中高工合作，成立特省的自动化工程专班。透过这个管道，然后进到技高，然后直接衔接我们台科，我想是我们技职领域非常好、非常畅通的一条道路。希望让技职精英真正成为一个理想。这个自动化工程专班，以大安高工控制科30个，新竹高工机械科15个，台中高工资讯科15个，拢总60个学生。申请者爱伫咧高中会考30几分，或者是5A 3加以上，透过校内阶段性甄选、专题和应对等等，提升到自动化工程去。资讯科招生名额还是35位，好，那30位里面，因为我们上课里面有多元选修的分组，那因为这个班级里面，他本身将来他可能依照兴趣，或许他没有选择直升，也有可能参加统测都有可能，所以他必须配合我们的正常课程来教导。台科大指出讲，特省专班是伫咧生5专学制下底，佫较有春秋。亲像读到大学2年啊，也未修满80个学分，就当先保留学籍，去到业界看卖。休学先去相关的产业，那一样哦，这个都是要我们系所认可的产业，他不能去 7-Eleven 打工之类的哈。那后面2年内回来完成学士。三间高工的校长表示，对这专班的学生不是另外升一个班，差是差伫咧分组教学，会按照台科大配合过程，佫较深佫较快。但不以学生兴趣有介的决定要中途放弃。校长讲，一开始就避出学生随时会当补起来，这拢不是问题。公视新闻综合报道。高雄有12间庇护工厂，有做胖的、有餐厅、洗车等工课，提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适应一般的工课场。今仔早起，佮成立一间印刷的庇护工厂，发学员来学习印刷的技术。甲柜台做地啊，然后送了后送入影印机，文字印起了后，就打上立体铺。3个庇护工厂的员工经过学习，互相配合，打造类似生产线的作业模式。未来因会伫咧遮学到更较侪印刷的技能，嘛有机会转做正职的员工。团队合作就能够把工作更快做完。一开始他们是使用影印机，只是简单的影印，那到后来他们可能要接触到不同的机器，然后不同的就是品项，他们也要去认识，包括尺寸，包括油墨，包括纸的磅数等等，这个其实非常多的细节。目前全高雄12间庇护工厂，请大约160个学员。初时，搁再增加高雄头一间印刷庇护工厂，因为业者伫咧台南的庇护工厂，互各位新长朋友成功进入一般的工课场稳定上班。
这回来高雄，就是望利用过去的经验，帮助更较侪人。有了这个庇护工厂，他来这里就算几个小时，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他就可以喘息，然后到外面去工作，各种行业都可以做。所以我在全国5300多个商圈，我在推动商圈去认养庇护，由商圈来认养庇护。全国联合庇护总会表示，庇护工厂会当提供新种家庭休喘的空间，让囡仔有机会学习独立。目前是以做胖、清洁、卖物件工课为主。若是各领域拢有庇护工厂，就当互因找头路有更较侪选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红叫做荷兰的川普，荷兰极右派自由党的领袖怀尔德斯，初三是宣布讲，因为联合政府拒绝参考伊打击移民的政策哦，所以自由党要退出联合政府，嘛造成联合政府倒台，总理嘛宣布辞职。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拍算讲6月底要去荷兰来参加北约峰会。荷兰极右派政党自由党领袖怀尔德斯初三正式宣布，因为联合政府无采纳因的党提出严格移民政策，所以自由党正式退出联合政府。不过，不代表也退出政团。Wij hier geen verantwoordelijkheid meer voor kunnen dragen. Ik heb getekend voor het strengste asielbeleid, niet voor de ondergang van Nederland. En dat onze verantwoordelijkheid voor het kabinet houdt dan ook op dit moment. Een einde te maken eens een keertje aan uw politieke carrière. Sterker nog, ik ga ervoor om de volgende keer de premier van Nederland te worden, om weer aan de verkiezingen mee te doen en zorgen dat de PVV wel kan, maar groter wordt dan ooit. 怀尔德斯的主张包含外边境拒绝接受新的庇护申请、停止新区难民接受中心等等。自由党退出政府运作，直接和由4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崩盘。总理史库夫也宣布请辞，联合政府转做看守角色，一直到今年秋天举行大选。Bewindspersonen van de VVD, NSC en BBB demissionair door tot er een nieuw kabinet is. Want het leven in Nederland en erbuiten gaat gewoon verder en er moeten beslissingen worden genomen die geen uitstel verdragen. Dank u wel. 今年61岁，怀尔德斯是荷兰政坛长青树，是任职上久的议员。一个端反移民甲独立的头毛型，也互外界叫做荷兰川普。2023年荷兰议会选举，自由党大胜，互怀尔德斯第一摆被纳入执政联盟。不过，大部分主流政党往拒绝甲伊合作。经过长时间做过谈判，怀尔德斯被迫放弃总理的职务。虽然怀尔德斯也无放弃执政的决心，不过专家认为伊也无执政的能力。He was not ready to govern. He had no personnel. He had not very good ministers. He had no program. He had only populist messages, but not politics. 美国白宫初三证实，川普会参加6月24到26日荷兰海峡北约领袖峰会。美国要求北约成员提悬国防预算，会是会议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得到邀请参加会议。不过，峰会登场的时阵，确定会由荷兰看守政府来接待。公司新闻警员庆评报。来看加拿大树林大火继续炭烧，阁有超过200个树林着火，其中有109个所在火阁还未受到控制，有超过26000人已经撤离，这嘛造成北美有真侪所在空气品质恶化，空污嘛影响到大西洋甲欧洲部分地区。另外，非洲的撒哈拉沙漠的风背山嘛严重影响到加勒比海地区，当地空气品质是真歹。加拿大野火继续炭烧，到青山已经烧掉面积200公顷，有几下省份数万的居民被迫撤离。当年的热天是加拿大森林大火开发生的季节，今年发生更较早，而且烧掉的规模互人真烦恼。另外，空气品质也真歹，乌烟已经飘散到美国的东西部甲东北部。It has impacted, like with children being able to go to sports practices, events getting canceled, and things like that. 明年苏达州部分地区空气品质已经达到非常不健康的等级，野火乌烟甚至已经飘到更较远的欧洲。Some of those particles and gases are reaching high enough that they can be transported long distance, and so some of those particles are coming into the U.S. and affecting our air quality. 非洲撒哈拉沙漠沙丁堡当日城市加勒比海地区，各向美国东南部山东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居民看家己的车变甲真垃圾。
dust travels all the way here from Africa and affects us so heavily is absolutely crazy because the distance between Barbados and Africa is vast. 这场沙尘暴位也嘛才延伸到巴贝多以东，东西长大约3200公里，南北跨大约2200公里，为遮的比海一路扩展到千里达。当地气象专家表示，这实在是真惊人。佮指出，这是今年目前为止上严重的沙尘暴之一。美国国家气象局波多黎各一位专员表示，这摆的沙尘暴浓度大气加光学高度 AOD 达到0.55，是今年目前上悬值。AOD 是形容营养粒仔主动日头来到地表程度的指标。公司新闻吴文莲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台南市南区的湾里昨暗头啊，因为落大水后，淹水20公分悬。后来才发现讲是因为帮市政府做中华厂商哦，甲扣水池的进水口拆掉的，才会积水。地政局嘛表示讲，已经要求厂商得爱一户一户来调查，嘛爱负责赔偿。3号下晡开始降雨，无到半点钟的时间，湾里地区新公一街周边是已经淹水，积水上悬，一度是达到20外公分，超过半个年啊才能悬。民众出去拢有问题，并且这个地区已经有3、4冬无发生过淹水。几十冬来唔捌啦，早啊半点钟尔，就冲入去到内底。现在到较大前面了，门口个就升咧。都把伊也先冻起来，对，那就是无评估涨雨会遐济，对，用。水冲来透袂有，乱积水。公部门赶紧到场，紧急拍掉地用柱的冻水树了后，积水是渐渐啊退去。对不对？那其实因为这个工程的问题，一个小缺失，它马上去改善了之后，其实水就马上退了。问题就出伫这处冻水墙，原来当地正伫进行市地中划，特别计划打造3座地用池，其中1座地用池的径流上限甲1流的设施。需要时间来冻水，虽然有物流通水断面，已经完工的抽水站是已经启动抽水，但是嘛是未赴白抽，无法度应对短时间强降雨的威力。这个正在做结构体打底的一个工程，短时间降雨呢，让这个排水一时宣泄不及，厘清淹水的原因。那同时呢，也会追究这个厂商的责任。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对居民我们会予以赔偿。湾里地区3号落雨，对4点外开始，3点钟内累积的雨量73毫米，都惊后续的大雨警报又过来。临时冻水墙先拍掉，抽水机嘛就位。真严肃来看待，公司新闻郑混南报道。受到方面甲西南风影响哦，高雄的雨势落袂利，昨暗头啊落大水后，嘛造成台铁高雄站地下停车场积水哦，又搁漏水。铁道局甲台铁指出讲，因会通盘来检讨。另外，高雄的轻便铁路车门哦嘛漏水，各界嘛表示讲会针对所有的车队来做检修。工作人员摕扫水的工具对积水的停车场行入去客运车新车区，就看到新车区同款严重积水。代替高雄站的地下停车场，今年1月启用到即马，无到半冬，车衫尾仔马的强降雨，互停车场出现真侪积水。高雄市的一个最大的时雨量大概达到47哦，那所以这个集水面积的水下来之后，我们车道下面的节水沟宣泄不及，那造成水满溢，那进入到停车场，那影响到停车场。车道壁边全是漏水水痕，来到地下1楼的车站大厅，有真侪所在一直到车时透早搁伫漏水。天井的设计嘛，互雨水直接伫大厅涂骹变做积水。至少以美观来说算是好看的，但实用性的话，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如果它下面这边就积水的话，可能会蛮不方便的。对，那如果只是走旁边的话，可能就还好。民众认为相关的设计恐惊无考虑到天气还是实用性，对此铁道局甲台铁表示会通盘检讨改善。雨势停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把它排除掉，所以大致来说对民众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哈。那当然，针对这些缺失，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检讨。大雨影响的唔哪代替车站，高雄轻铁车衫嘛有乘客发现车门疑似因为大雨漏水。高捷公司已经进行检修，判断是车门胶条可能有硬化的情形，导致雨量过大时从细缝中渗出。车时透早高雄部分地区阁有落雨，车门漏水可能牵连到徛伫车门边的乘客。高捷公司除了会失礼，嘛表示后续会对全车队做检修。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监测3档2024年的时，确定讲花卡蚌已经飞过北回归线，伫云林的北港生态路。
中央甲县政府随着推用头网的计划，也毋过今年嘛是阁有发现花卡网的卵。环保局嘛伫北港朝天宫附近9个里来设头网的设备，嘛呼吁民众着爱特别细腻。黑色的桶仔内底会当透死水质的药啊，阁有放黏片要粒网啊做记录，为着会当监控降低天狗的传染风险，分关环保局伫北港顶9个村角里设置30个粒碳白网的桶仔。哦，较袂迄个班轮到你若转高落迄落，是毋是？嘛是会烦恼。系啊，因为即马搁在开始咯。我听讲搁在开始。附近的。反正居家自己要注意吧，你家里面有水瓶之类的，你要固定去把它换水。云关环保局表示，经过国家卫生研究院3年的时间调查，2024年确认乌卡蠓下过百回归线，伫咧云北港镇西滩，今年同款捌发现乌卡蠓的卵，希望设置粒碳白网的桶仔协助监控营养防治。而透过这个桶子的一个设置，我们每周去巡检，可以去来做一个检查观察。这个我们有没有连到所谓的埃及斑纹、白线斑纹这些可能会脱指登革热的一个蚊虫的一个部分，还有这个孑孓的一个数量。如果今天数量很多的话，我们可能会再加强周边的一个消毒。环保局表示，虽然今年也未传出本土天狗热的病例，不过最近是黄霜雨的季节，各地热人各交雨水，呼吁民众要加注意天狗热疫情风险，做好巡岛清路的动作。环保局也透过监控，随时调整防治工作，减少天狗热传染的风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开25亿起的代替的红山车头去年7月完工了后，招标2摆拢标无出去，嘛找无团队来经营。有民意代表是认为可能是因为车头无甲捷运相接，人潮无够多。捷运局表示讲，目前规划中的车线，若要行红山车头会去拄到林家厝甲弯道上过侪问题，所以爱阁研究。代替开25亿起的这栋空中红城，也就是红山火车头，代替原地规划要结合百贵电影机顶业者来做一个多元商场。不过，去年7月完工了后，经过2摆招标，拢无人来投。最近代替当咧进行第3摆招商，地方认为是因为这群甲火车头无去做伙，影响到业者意愿。民众也希望红山火车头会当甲高雄火车头同款，安尼坐车会较利便。因为有共购的话，转乘会很方便。像你从高雄过来的话，有这个共购就方便多了。人潮就会有钱潮嘛。目前也在规划高捷车线会伫大东站甲柑仔线相接，无进入红山火车头。捷运局讲，车线若是要走火车头的路线，兴建成本伤悬，需要高研究。对此地方表示，若是路线无改，希望会当有变通的方式。如果捷运没有办法在三铁公沟到凤山车站这一块的话，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像北部的那个地下街这样，那我们串联到中山西的捷运站，串联起来更方便，那也可以就是集中商圈这样，让那个顾客或者是让这个商圈带动，然后有意愿让民众进来。高雄青县捷运局正研议规划中。针对外界的意见，我们会纳入评估规划。捷运局强调，针对地方的相关建议，因会进一步来评估。代替表示，红山车头第3摆招商收件到26，因已经提出调降权利金、减少房屋税、甲延长启用年限等等的条件。8月会评选，希望2027年会当经运。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来看宜兰的公正国小，昨下晡点外有9个学生囡仔食中昼顿了后佫吐佫流，学校是甲学生送病院去救，加在是无什么大问题。医生初步的诊定诊断书上面写的是急性的胃炎，所以我们大概因为有做抽血的检验，那医生判断是急性胃炎，然后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是倾向是有中毒的现象。国小计共是有1600多个老师甲学生昨拢食同款的中昼顿，嘛有食学校提供的牛奶甲麦片。先是9个同班的同学无巴肚痛，后来佫增加2个同学有症状，其他班的学生是无啥物问题。卫生局的人员嘛有去学校采样送验按算2礼拜后就会有结果咯。再来看中华分园是台湾保育类动物最好的生态地。顶个月有农民就去到最好妈妈带囡仔去街条找食食的画面，那么做伙来看卖。一只石虎爬过街条的墙围，边个有石虎仔囝。换另外一个角度看，石虎入摆街条了后，踅来踅去，咧找觅伫树仔顶的鸡。实际来到街条，皆当看到石虎爬悬撩过分食。
忙啊的所在哪有咧？黑忙的所在哪有咧？叮当，叫去鸡仔藏伫内底，啊，手落去，你去啊摸呐，发觉哇，一只石虎都跳出来，我去惊到，伊嘛甲我惊到安尼吼。彰化分园乡一位家条，去年开始发现有鸡仔咧减少，顶个月民众搁伫家条看到石虎，随通报彰化县政府采摄影机监视，果然翕到石虎妈妈带囝咧找食画面，这嘛是彰化县去年5月启动生态吉普以来第5件的石虎通报。这个妈妈吼，伊教迄个细只石虎吼，安怎去爬迄个围网啊，找攀来问入去，影像是非常的特别，甲迄个珍贵啊，嘛是因为有翕到，所以讲证实讲确实有石虎入去哦，大哥的鸡仔条内底来偷食鸡啊。如果那个家禽户他有发现自己的家禽遭受攻击，就可以通报给县委这边。目前家禽户通报有5件。然后有2件有拍到。计划的执行单位表示，因咧监视的过程，拢有翕到足侪笼动狗，甚至有狗仔咧掠石虎的画面，可能会造成石虎受伤。因认为笼动狗对石虎野外的生存是真大威胁，嘛呼吁民众莫伫外口饲笼动鸟犬，若饲宠物的嘛一定爱看守啊。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外口的人行道有乌多摆的停车格，加无障碍的停车位。有真侪民众为着方便，会直接骑上人行道去停车哦。也毋过袂少人是因为安尼收到罚单。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就批评讲，甲车位设伫人行道爱用牵的，这实在是无啥道理。市公所嘛表示讲，会来改善。这边用牵的，迄头嘛是用牵的，大家真照规矩来，因为遮阿公阿嬷拢惊防检举开罚单。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外口的人行道有的乌多摆的停车格，甲无障碍停车位。根据交通规定，机车袂使骑去人行道，敢若会当牵起哩。真侪民众直接骑起哩，结果防开单。去年警方就开超过200张罚单。礼拜拢来7、80岁的人。啊，一块啊尔，都要100公，都要100公尺的啊！啊，你无好方便者。你较会知影用牵的，你较无用骑的。啊，我要讲是要人发，恁老人啊，脚拢咧无好哦，牵无使好势。那国民运动中心，亲像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外口，嘛是甲无障碍停车位画伫人行道面顶，民众认为无合理，行动无方便的人嘛感觉困扰。甲无障碍车位设计伫人行道，但是因根本无法度牵车，佮烦恼方法。毛议员表示，安尼设计根本袂通，应该爱改善。我都摆用牵的方式伫人行道顶缘牵是较无方便，所以公所这边嘛有考虑到因的需求，步道点管人行道加降低，互身障的人士会当直接为路边，会当直接停伫那个无障碍停车格内底，就免搁甲乌多摆牵去人行道点管。屏东市公所表示，去年有检讨过1摆，嘛有计划一寡停车位，毋过针对无障碍车位的问题，会搁做调整，嘛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矩，毋通因为感觉麻烦煞收到罚单。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公路交通嘅大新竹地区1000人到8人驶电动车。有议员就要求消防队要买一寡电动车专用的防火毯哦，佮有车底拍火设备来提升救灾的能力。电动车导火，消防员赶紧来拍火，佮用防火毯来防止火继续扩大。新竹因有科学园区关系，有袂少科技人才，电动车的数量也袂少。根据公路局统计，大新竹地区的电动车数量是6都以外的第1名，大约每1000人内底都8人驶电动车。电动车现在里面都是锂电池嘛，所以容易起火的时候就很危险。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争取一些防止灾害更为扩散的设备，包含挡水板、热显像侦测系统、智慧通报系统、电动车底盘灭火系统等等。新竹县消防局指出，目前除了有电动车专用防火毯，车底紧急拍火装置以外，今年新竹县消防局会搁增加装备来提升应变能力。新竹市会举办消防演练，提升救灾能力。我们将在添购电动车防火毯6张，以及车顶标识5具，以提升本局电动车事故的应变能力，以及本局同仁在救灾上的安全。锂离子电池它的受损的状态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其实一般民众不会知道。如果说
大量的可燃性气体蓄积之后，产生有一个喷溅爆炸的话，可能都会造成一般民众的受伤。应该先赶快逃离这个电动车火灾的一个热区的部分然后尽快做报案的动作。消防单位表示，电动车的导火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电池的关系，锂电池恐惊会爆炸，所以消防局把特别提醒车主发生火烧的时，要紧离开车辆，需通报消防单位，千万唔通家己想要拍火，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有一个95岁盲青阿嬷，伊的孙仔甲阿嬷广告影片铺上网络，有真侪人拢真爱听哦。阿嬷的故事是当对日本时代讲到国民政府的时期，伊的孙仔嘛专工去学台文字，甲阿嬷的影片做台文的字幕，咱嘛做伙来听阿嬷讲故。我那影嘛拢用掠过呢，到人见到外省就拍，外省见到到人就掠，安尼，我拢掠去清杀掉。这位是最近伫咧网络真情的金座阿嬷，伊今年95岁啊，记忆阁真好，讲故事起来真趣味。阿嬷对日本时代讲甲国民政府时期，伊的祖孙仔就开始用低影音来替阿嬷做记录。是想足久，我10年金座阿嬷1939年伫咧家人出世，5岁无细哩，互厝边的人卖去查某囡。后来去老仓头苦读一段时间，才互人带转去厝里。转去厝里无偌久，阁互人带去暗溪做养女。即马伊阁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讲故事的网红，互阿嬷真欢喜。大家嘛足爱听我讲话，爱听我介绍真济开讲。阮遮树仔骹，我若去坐。大家拢啊讲我这粒头壳是宝，大家拢袂记啊。我来我讲话听，我讲话听。查某孙讲伊自细汉就是阿嬷带大汉的，阿嬷拢会讲真济故事互伊听，伊嘛想要甲阿嬷的故事记录落来，互搁较济人知。现在伊也真骨力咧学台文字。阿嬷伊拢是咧讲台语，我就感觉我的字幕写华语的足碍药、足奇怪，所以我才想要写台文字，算是讲推广，互搁较济人知影讲台语其实是有理的。查某孙讲，因为伊对台文字无熟悉，为着要带观众实在正确的台文字，每一支影片拢需要开3点钟的时间去查字典。伊嘛希望会当借拍影片的机会来提升家己的台文能力。记者陈选林玉凯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